大家好，我係楊明君。喺氣候暖化嘅今日，防治蚊患唔應該再係被動滅殺。我哋嘅系統係基於 ESP8266嘅微控制器，配合180度旋轉同埋超聲波生態雷達，透過我哋研發嘅雙重機制驗證，系統能夠交叉驗證對比氣象大數據同埋現場環境嘅參數，精準過濾掉好似飛蛾、氣流咁樣嘅誤報，確保每一次警報都係科學而且精確嘅。我係盧子豪，為咗俾科技融入家居，我哋設計咗獨特嘅雙層結構。下層係穩固嘅主機運算層，隱藏雜亂嘅電腦；上層即係智能嘅生活展示層。我哋特別導入咗 Deep Sleep 深層睡眠技術，俾裝置喺非活躍嘅時段自動休眠。呢個就使得系統即使24小時運作，每個月嘅電費都增加唔到1蚊，真正實現低碳且長期嘅環境監測。大家好，我係何柏俊。數據嘅預測最終要轉化為實質嘅保護。我哋用咗 LEGO 組件打造咗呢一套自動感應窗戶。當模型預測蚊患指數升高嘅時候，系統就會立刻驅動齒輪連桿，喺蚊蟲入侵之前就完成咗物理嘅防護。從數據分析到實體動作，我哋建立嘅係一條完整嘅防線，為家庭提供最直觀嘅安全感。大家可以睇到下層嘅感應裝置正在進行180度嘅環境掃描，咁樣唔係單純嘅感應，而係捕捉每個微小嘅環境變動，並將數據即時上傳到雲端。程式會讀取當前數據，同報告中提到嘅歷史預測模型進行比較。當紅色嘅風險線上升嘅時候，雲端指令會同步發送到 IoT 裝置，反應速度僅需幾秒。判定為高風險 ，LEGO 窗戶就會立即關閉。呢種聯動機制解決咗人為疏忽嘅問題，讓家居防禦變得完全自動化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智能蚊子防禦器 Fly Preventer， 用科技守護大家每一晚嘅安寧。多謝大家。好多人問，如果我哋嘅 LEGO 窗戶發生故障，或者俾隊友意外借走，咁點算呢？唔使擔心，我哋嘅系統已經內建生物神經網絡備援機制。當傳感器偵測到蚊患，系統就會切換到手動光速攔截模式。攔截成功，現在進入深度睡眠省電模式。